我们这次实验的这个公车跟救护车的优先号志呢，范围是在奇美医院到成大医院，总共有8个站牌跟21个号志化的路口。那经过我们2个多月的实验呢，这个救护车通过路口的这个绿灯的几率呢，提升了51%，那公车的旅行时间也降低了13%。我想这个对于救护车分秒必争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减少公车旅行时间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的来扩大推动。有这个设置的话，变成说，我们比较不会有就是需要闯越红灯的问题啦。那交通也比较顺畅，那对市民也比较有保障。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利用车联网技术，在奇美医院与成大医院之间的21个路口建置一套优先号志系统，透过智慧科技自动控制路口灯号，让公车与救护车优先并安全地通过路口。期待每位用路人都能发挥耐心与体谅，让城市交通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救护车跟公车的号志优先系统，能够提供给就医的民众紧急就医的民众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系统跟它的号志设备。那这样透过这样的部分，应该可以节省相当多的就医时间，尤其在交通尖峰时间，如果能够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分秒必争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让病患早1分钟、早2分钟到达医院，我相信帮助就很大。公车也是要让民众这个愿意搭乘公车，它的服务品质就要提高。服务品质包括车上的服务人员，包括车上的设施，以及它如果能够更方便的通过14路口的话，我想说这个部分也都是提升公车服务品质的一部分。希望说能够提供在拥挤的交通环境中一个便捷的、快速的捷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伙来关心。为爱转动，翻转教育，赞！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以及教师会透过会员投票，选出今年度教育新闻代表字“转”。理事长陈伟云表示，“转”这个字会当充分反映到台南市教育现况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心声，也敦促教育局改善教育环境，保障学生以及教师的权益，以提升教育品质。望未来一冬会当调整教师休假天数，便利行政人员加班费，甲教师全面注射流感疫苗等。请我们的会员投票，大概有上百位的会员，几百位的会员，然后大家投票，最后选出来的是我们的一个“转”这个字号。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台南市的教育不断的在做一些变动。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教育方式都已经有很多的一个改变。那这样的改变，说真的，老师本身要有很多的一个调整。那老师在调整的过程中，其实最不应该变的就是对教育的这一个爱。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即使受疫情的关系的影响，但是老师的部分还是可以不断的有一些精进，不断的有一些努力。所以我们在选出来这个字叫做“转”，就是希望在转动的过程中，事情的转动过程中，不断的在做这个翻转的教育，让教育可以更进步，更有一些前瞻性。记者会一天，教育产业工会特别邀请台南市家长联合会、中小学家长协会、大台南家长协会、台南市家长协会以及议员寇友玲、卢坤福、吕维应、李正国、沈正东、陈怡贞、蔡旺全、李启维、蔡小维丁郎共同为台南市教育界发声。今年度的校长遴选办法里面，这里面也有一些条文必须做一些修正，还有做一些修改的地方，让制度更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转机。老师就是老师嘛，这个疫苗在打，公费跟自费无分，40岁以下就要较经济较好嘛。好，所以这个我希望这部分要这个列为，只要是你是老师，就以公费的部分来施打。代理教师其实曾认为苏培教师其实也是都有一个其他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代表着代理教师的一个权利也应该要被教育局来去被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我们每一个议员关心在教育每个议题的部分上，也希望说教育局长应该要重视到不同的一个教学、教师及学生的权利跟福利待遇。针对各项建议，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成辉强调，教育局会努力在做，嘛会继续争取经费，往诉求的目标迈进。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平区建平八街伫国平路以东是10米宽，国平路以西却只有8米，加上两边的停车道路变作新矮。经过当地居民的反映，甲议员李启伟的争取，现在经过多次计划检讨，取得道路用地，而且公务局嘛已经编列1800万的工程经费，预计每年就会用来拓宽施工。国平路建平八街以西。这条道路的一个拓宽这8米要拓宽为10米这地方阮长久阮啊拢真关心大家阮啊拢安尼共同关心大家拢爱努力争取即摆一定有确定这阮啊感谢着都发局佮甲干务局干务局这最近安尼阮的预算这阮啊。1800万的一个预算一定有通过嘛感谢都发局过程这段时间安尼阮啊一寡安尼通盘一个检讨考量到阮地方安尼一个发展安尼有来做一个安尼检讨做一个调整以至于安尼这条道路会当安尼完成拓宽这条道路的一个拓宽也有助于安尼阮遮的一个迄个交通这。巷道的一个迄个消防巷道安全嘛，互大家安尼阮啊更加较方便嘛会带动着地方的一个发展因为未来遮周围阮啊拢有一寡建设一寡投资安尼阮啊会整个带动着遮安尼附近一带的一个发展议员表示，即间都市计划检讨变更的包括位伫的建平八街。文小40类用地变更为文教用地，而且亚洲参旅学校嘛将伫个5期来设立新的校区。预计建平八街拓宽以后，会用个降低学校设立造成的交通冲击，为安平5期未来发展真有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迎妈祖上香山是安平区第一个核定登录的市定民俗，为将这项民俗活动推介，互更侪人知影，市府文资处补助安平开台电学宫执行安平迎妈祖上香山绘本制作。这本册将于伫今年年底出版啦。安平迎妈祖上香山这是咱安平区第一个去找到这个非物质文化资产的头一个伊这上香山的时阵伊本身伊的意义相当的大，就是会当去显现出来咱的羡慕，伊的孝道，伊对父母的迄个真心奉献伊要出境的时阵要去绕境，要去来照顾咱遮会境来的时阵，嘛是先去甲伊的父母你也问安一个创啥。所以伫即个绘本内底拢有人用啊足清楚。我有人足感谢讲会当咱石门国小这个小学生甲老师更激励，把一本册来用出来会当借着这本册，大家来认识咱安平天后宫，实际来了解咱庙宇的文化。而绘本的图文也是由石门国小师生共同创作，会交由因执行，也是因为安平妈甲石门国小有真深的缘分。我们学校之前天妃宫的遗址就在我们学校，所以其实我们跟开台天后宫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渊源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契机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那在这边呢，也要感谢我们学校的
团队哈，我们的林国宏教务主任哈，还有我们的宜贝老师跟林真老师啊，他们指导小朋友，那共同呢来想怎么样来创作这本绘本哈。开台替福宫主委罗友丽表示，安平爷妈祖是安平人真期待的宗教圣事。2022年，拄好嘛是4年一度的妈祖上香山，这次的绘本创作，除了会当推广较早经在地以外，更是为明年的活动暖身。台南新闻蒋硕伟采访报道。为云端运算、大数据分析、智慧校园、智慧城市到智慧国家，人工智慧拢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国立成功大学历史教育甲广达电脑携手成立联合 AI 研究中心，以看领域合作模式，组成符合国家级应用的人工智慧云端整合团队，透过3合研合作，并结合政府推动的数位发展部，目标成为大南方数位发展的重要基地。这个中心在第一时间宣示的是台湾的学术机构里面，或者是学校机构里面最高阶、最完整的 AI 运算的全部的量能。可是这个学校提供的是，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跨所有场域的最完整的量能。无论从生医、从物联、从光电、从建筑、从防灾，一直到太空科学。我想 AI 提供的是一个新的想象，我希望我们的场域会发生那样意义，我们的师生会全部的投入，我们的城市会一起让它发光，而我们最后希望产业台湾最光荣的品牌之一，能够因为我们的加入，因为我们的合作，一起在世界继续发光发亮。在下一波的所谓的元宇宙，元宇宙里面呢，需要最重要的是 cloud。然后呢，有那个 AI 的 server， 然后加上 Edge server， 加上 IoT 或者讲 AIoT， 那全部的 hardware， 我们用还有 AR glass， 我们加起来以后，用那个5G 来做那个 connectivity， 使得那个虚跟现实世界跟那个虚拟世界有更好的那个 interconnection， 从人可以进入那个虚拟世界，又回来现实世界，来回穿梭，得到新的应用。签署合作备忘录这天，但市长黄伟哲、副市长赵清惠也拢亲临现场，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请2位交换签署合作备忘录。谢谢成大把产官学好，尤其学术好，能够跟我们这个应用端能整合在一起。也谢谢广达在整个研究能够带领台湾好走上最早好发想走上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路上。联合 AI 研究中心未来将会整合生医、物联网、大数据、光电等跨领域研发能量，媒合生态甲医疗相关产业，进行智慧医疗技术合作，同时也会加强在智慧农业上的运用。广达电脑甲成功大学双方也持续合作，并培育多侪优秀的研发人才。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已经125档的台湾病院，随着少子化等时代演变，嘛将急动症等后期复健的整合照护扩大到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互因袂因为重大伤病来失灵。上午启用记者会中，市长黄伟哲嘛亲临见证，感谢台湾病院付出，甲港台金属大力赞助这些儿童优先的医疗设施。儿青赋能中心就这样子。在我们杨院长的倡议，以及在我们周董事长的这个努力、全力支持之下，能够在我们台南医院来诞生。这个部分真的是不只是微光，我再次讲，照亮了我们台南。
那因此呢，我们特别谢谢广泰，广泰除了在金属、在医材之外，这个是台南之光之外，在照顾我们孩子也是台南之光，我们特别谢谢。那也要有劳，也要拜托我们台南医院的各位医师，除了在防疫让我们台南成为骄傲之外，让对我们孩子的照顾也是让我们引以为荣的。甲大人比较起来，其实儿童青少年一旦患到急冻症，需要更较密集的短期复健计划，才会当对并发症当中复原。我以前在成大有负责国际医疗，我们参观过几个国家的国际医疗里面，像包括泰国，他们就有类似这样子的，怎么样让小孩子从急性期到慢性期的中间这个 gap， 其实健保署早就有在做 PAC 叫做急性期后照顾。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小儿的这边好像大家不太做，那所以我们就在想何医师、何主任，我们从成大请他过来之后，他相当的认真那终于想到这一个，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种很好的开始，让我们台湾不只对于老化，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新生代可以提供更好的照顾。护龄中心的启用，主要是急冻症儿童伫看团队专业照会福音，嘛是送予小朋友一项温暖的新年礼物。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疥疮是一种皮肤瘙痒的疾病，常常发生伫个清气习惯无好、长期倒入蚊床，或者是护理机构的病人，因为身体长期会痒，甚至出现红疹。如果抹一般的类固醇药膏，或者是口服止痒的药啊，拢无效，都可能是感染到疥虫。其实，在一般的健康的成人上面，或者是说你有保持良好的清洁习惯、卫生习惯，那不太容易会得到疥虫。那除非说你是有特殊的这个接触史，比如说住院。医院的接触史、探病史，或者是有一些住在这个护理机构的这个居民，他们比较容易得到疥虫。那像一般，即便是在疥疮的照护者，或是医院工作的，比如说护理师这一类型的，如果做好隔离措施，那回去又有就是加强洗手的话，正常的情况下不太容易得到疥虫，但是就是这个方面要比较注意，因为过去也有一些，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产生的群聚感染，甚至是在比如说月子中心新生儿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群聚感染的现象出现。一般至少大概都需要2周的时间，我们会建议在首次用药之后的7天再做第2次的用药，不管是外用的药膏或是口服的用药，因为它中间会有虫卵的这个生成，我们必须要等虫卵孵化之后，再做第2次的杀虫的效果所以要连续治疗2次，一般大概都需要2周的时间，治疗的效果才会比较的完全。医师强调，目前治疗疥虫感染，一般拢是以外用的药膏为主，但对着老年人或者是翁仔这是有专案进口的药膏，会用来降低大面积使用时造成的神经毒素。另外，卫福部台南病院嘛引进一种口服治疗疥疮的用药，一礼拜只需要食1剂，连续吃2剂，就会用来达到90%以上的治疗效果。不过，这种的用药必须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才会用来使用。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台湾对2018年开始已经达到高龄社会的标准。专家表示，伫咧2025年时阵，台湾地正式变成超高龄的社会。随着社会平均年龄的提悬，拍摄着相关病症就会慢慢的出现。新台病院高龄医学部的主治医师赖博轩表示，平常时会当透过简单的检测来看卖家己是毋是有肌少症还是衰弱症的镜头。以前生活功能可以自理，可以自己洗澡、自己上厕所、自己上下楼。却发现慢慢的开始不能走，需要拿拐杖辅具，甚至说上下楼梯也有困难了，你洗澡大小便也都出了问题了。像这些都是衰弱的情形。衰弱跟肌少症两者常常互相影响，像这些刚刚提过的老年病症候群都是彼此会互相影响，甚至恶化彼此的状况，甚至会让本来的
原有的共病症，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越来越恶化。医师表示，衰弱症和肌少症随着年纪的增加，嘛会提悬着病的几率。所以除了自然老化以外，平常都要注意营养，还有加活动。伫咧平常看电视的时阵，嘛当动骹手，做一寡基本的肌力训练。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只要1个小时久坐不动，就会增加1/3肌少症的机会。所以在这边会鼓励各位长者，看电视的时候就站起来动一动，或者即使看电视的时候脚抬高，撑个10秒，放下来，然后这样一只脚做10下，都是很鼓励高龄长者，即使连看电视或者坐着也都是可以运动的。新台病院2020年已经成立高龄照护中心，会当提供一站式的老人全面性的评估。赖医师要提醒大家，若是有发生功能衰退问题，应该赶紧来看医生，接受全面性的评估，降低失灵的发生率。台南新闻何乔邦、刘品言采访报道。甲一般年轻壮年因为情绪甲压力造成急性的失眠无同，老年人的慢性失眠因为褪黑激素的浓度降低，甲困眠的结构改变，深睡期的减少，容易有困眠的障碍，而且慢性的失眠嘛甲一寡疾病有关系。对此，台南市立病院推出中西医的联合诊疗，希望借由正确的辨证用药，改善患者失眠的问题。那中医的话，可以搭配西医。去做治疗。那中医治疗的话，它可以帮助减轻安眠药的副作用，像是头晕啊、嗜睡跟记忆力下降等等。那同时它也可以就是改善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就是让你可以慢慢的减少安眠药的剂量，也不会出现反弹性的失眠。所以中医跟西医一起合作的话，是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的睡眠品质的。失眠主要可以分成就是入睡困难、浅眠易醒跟多梦这几种症状。那入睡困难在中医主要是跟焦虑的情绪有关，所以我们中药会使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像是柴胡啊跟龙骨牡蛎。那浅眠易醒的话，主要是跟肾阴不足有关，所以中药的话会使用一些滋阴清热的药物，像是阿胶、知母跟酸枣仁。那多梦的话，主要是跟心火旺有关。那心火旺的话，会使用一些可以清心火的药物，像是黄连、莲子跟百合来做治疗。医师表示，因为有不少人会患了安眠药的成瘾问题，不但会愈吃愈重，而且会有头壳晕、日时倦怠、嗜睡等副作用。因此，透过中西医的合并治疗，不但会用降低安眠药的用药，嘛会用借由中医来改善个人的睡眠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本身从事生意加工，担任过义消。甲宗教庙宇总干事的刘建良，对5年前投入白沙屯妈的进香，每年参加行路进香，毋捌中断。伫咧进香的过程，因为看到袂少的宗教文创商品，对过去的香火袋啊、保平安的神衣、香旗等，伫咧实地进香落来，开发出袂少的实用商品，对帽啊、面巾、袖套，甚至囡仔衫、包皮衣拢有。我已经参加5档，这段时间咱伫沿路，咱所收到、咱所看到，拢是一寡拢足侪人会做这个文创品出来甲人结缘，互送你安尼。所以第2档开始，我个人嘛开始有做一寡文创品要甲人结缘，就大概类似像即款的物件，类似像，但是我发觉讲，咱的文创品即几档就发觉讲文创品袂使讲干那是装饰用的。也是摆饰用的，因为迄个物件你摕去看坑的，就是放伫遐。加上去年开始，即个白沙屯宫田宫有开始针对文创的部分会当授权，互咱去做。咱是咧正式来处理伊的授权了，我的想法就是，咱来甲伊的文创品咱甲文创品，即个庙宇的传统的庙宇文创品，咱甲生活化。改活化，会当继续利用，做衫啦，做衫，帽啊，咱毋是讲干那放伫遐，咧摆饰，咱来用加一个安全器材，毋是咧行路也较安全。碰时若是讲要运动衫，拢会当用，融入庙宇文创的物件内，咱陆续甲这文创生活化，安尼较是较好利用啦。业者表示，要开发白沙屯宫田宫的文创商品，除了爱取得庙方的授权，每一件设计图样甲用品，嘛爱有授权的合约。
业者伫今年8月初来送件，总算伫9月进前取得授权，目前只有伫脸书来接受批发。有兴趣的民众会用搜寻脸书进香神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